那么不信佛教的人，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不一定相信。但是真正是有信心的人来讲呢，就是莲花生大师啊，就是前出这个魔障方面的话，那就是有不公的这个畏念。所以有些道友呢，就是认为自己已经造魔了；有些呢，就是认为是自己威愿特别大的话呢，我一直都是这样的，就是叫他们好好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咒语就是有些人跟我说，你有没有神通？没有神通，你怎么知道是我要念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咒语？虽然我没有神通，但是呢，我还是这个我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一些这个可以说是就是有些这个道理啊，就是应该道理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实践当中也是应该就是这个医学啊，就是专门这个医学这个博士啊，一个医学博士的话呢，那么就是他就是有些地方啊，就是他要生一些病的话，那就是他通过这个就是脉啊，或者是就是看看就是他这个尤其是有些中医的话，那就是他唯一的就是办法就是张开嘴巴看一看，哦，对，你气不足，你气不足。可我碰到的中医全部都是说是气不足。所以我也是看你那个有些的话，那就是已经学习佛法那么多年了，就是概念什么咒语，就是也是基本上是你的气不足呢，还是脉不足，或者说是这个怎么说啊，就是怎么让你哪方面不足呢？就是也应该可以这个清楚，就不一定要需要神通，有些是确实，比如说要知道就是别人的心的话，那就是必须要有他心动，没有他心动是不知道的。但一般的有些事情的话，那我相信也应该可以就是了解就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前出为愿方面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咒语啊，就是的确就是有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这个能力。